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消息，根據萬科昨天發布了公告，預計2026年上半年淨利潤虧損120億元到150億元，上年同期虧損119億元，也就是萬科給了一個公告，預計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虧的還要那麼一點。主要原因是什麼？主要原因是房地產開發項目結算規模顯著下降，毛利率仍處低位。第二個是結合行業市場和經營環境變化，新增計提資產減值。第三個是成本法核算下，在扣除折舊攤銷後，部分經營性業務以及部分非主業財務投資虧損。報告期內，公司按期完成2.3萬套房屋的交付，經營服務類業務運營質量穩中有進，實支公開債券順利獲得債權人持有人同意展期，持續推進布局優化，降本增效和存量盤活。當前公司經營指標還沒有呈現出實質性改善，債務和流動性依然承壓。面向未來，公司將繼續聚焦化險和發展兩大任務，盤活優化存量資源，提升經營造血能力，聚焦重點城市及主營業務，有序退出非主業，深化降本增效，努力推動公司重歸健康可持續發展軌道。主要是一個原因，它已進入結算這個周期的房子項目明顯下降，那前幾年房子開發不了，很正常，毛利還在低位，也就是進入結算周期的這個項目也沒什麼毛利，因為你不降價賣不掉，這個大家都能理解。第二就是資產減值，那就是你的那些手上那些什麼持有的物業、持有的什麼這些股權都要減值，貶值了。牛馬韭菜12買的房子200萬買的，現在變成100萬了。這些上市公司也一樣，他手上還有的物業本來是1個億，今年你得價格降了，你得重新估值，這是一個。第三個折舊攤銷，這是固定的，每年都要攤銷，所以這3個一加起來，加劇了萬科的虧損。讓萬科今年比去年虧的還要多。有網友就說了，萬科我該拿什麼拯救你？實際上深圳地鐵這個時候才叫壓力大呀。雖然他給萬科派了不少非獨立董事，管理層也換了，但是萬科似乎沒有見效，沒有起色。深圳地鐵援助了不少錢是吧，輸了不少血，沒有起色。深圳地鐵應該說，拿什麼拯救你，我的兒，對吧？老子再有錢也沒用，你這麼一虧就100多億，到年底那恐怕這個形勢下去，大家覺得年底要虧多少？受不了。今年上半年一直說小陽春企穩回暖，那說的都是二手房，跟新房關係不大。二手房，而且還只是北京一線城市二手房。我們再看樓市低迷，它不光是這開發商慘，承建商更慘。網上有一個帖子叫中鐵建降薪20%到35%。叫8大央企也扛不住了，你的工資還在嗎？中國鐵建這個你看看上市公司嘛，而且它也是8大央企之一。這個自媒體叫建築工程精選，它的公眾號我看他說中鐵建降薪20%到35%，8大央企也扛不住了。1個月前，中鐵建的人跟我說，工資條上少了2000多，我以為是績效延遲發，他說不是，是降了，基本工資沒動，季度獎金歸零，算下來少了將近1/3，他在這家單位已經幹了11年，不止他一個人。中鐵建這輪降薪覆蓋了從總部到項目部的所有層級，月薪1萬以下的降10%到15%，1到2萬的降15%到20%，2萬以上的降20%到35%。基層施工人員最慘，績效獎金基本沒了，待崗的1個月只發當地最低工資。關鍵是沒有紅頭文件，都是口頭傳達。這意味着什麼呢？這不是臨時緊一下，是把緊當成了新常態。只緊一陣子會發通知說明一下，不發通知說明就緊下去了，沒有個什麼時候為止的，到什麼截止沒有，就這麼緊了。因為大家知道，你房地產市場低迷，這些承建商他沒活幹了，誰讓他幹活？幹了活拿不到錢，你房子賣不掉啊。關鍵是中鐵建它並不是孤立啊，說8大建築央企今年1季度淨利潤加起來比去年同期又跌了14.5%，中國交建跌了25%，中國中鐵跌了28%，中國中冶最慘，
去年全年净利跌掉8成，唯一正增长的是中国化学，因为它做的是工业工程，不是靠住宅这个商业这个地产吃飯，它是工业工程。前5个月，全国81家建築企業進入破產或清算程序。這81家裡面有特級資質的，就是資質非常好的。更狠的一個數字，建築業從業人數從2020年5366萬到2025年底4400萬，5年少了將近1000萬人。而這1000萬人不是轉行了，是行業不需要了，也就是他不是說從這家公司跳到那個公司去了，而是整個行業的不需要，整個行業就少了1000萬。這些數字啊，其實不是焦慮，是大家在工地上應該知道這些數，因為你看到的項目少了，回款慢了，老闆說再等等，背後都是這些數字造成的。中鐵建的人還跟我說了一件事，他們項目部去年有12個人，今年剩下7個，走的5個人裡，2個去做了光伏支架安裝，一個回老家開了個五金店，一個去了城投公司，還有一個幹了11年的還在。不是不想走，他說啊，是不知道去哪兒。最主要的是他下面的很多評論就道出了這個行業，很多本行業的人在下面留言評論，那就才說的才有意思。有人說，他說我們工資倒是沒降，基本工資反而漲了，但是說沒獎金了。他說以前每年有5萬左右的獎金，我們基本上靠獎金活着，現在稅前10萬，到手工資算下來只有4000多一點。說前2年獎金多，從24年到今年都沒有獎金。有人說中國鐵建的一個人留言，他說趕快降吧，降到1個月3000塊錢的工資，看誰跑得快。我現在不跑，在家休息1個月，2750的生活費，交的五險一金。也就是有人給中國鐵建給他交五險一金，發基本工資2750，他就在那待着，也發不了多長時間。千萬不要以為這麼發能發一輩子。自從精細化管理後，一線職工的工資被幹到了4000塊。工作量呈指數級暴增，工作時間翻倍，原來企業鐵道兵的人情味兒全部沒了。還有很多咱就不介紹了。總之，由於房地產低迷，這些建築企業哪怕是央企，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差。我們再看看這個中指研究院他給的房地產的一些數據。中指研究院於2020年7月9日發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總結以及下半年趨勢展望。按照他這個報告說，2020年全國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8.1億平方米，同比下降約7.8%。主要因2025年全年實際銷售面積8.81億平方米，下降8.7%的較高基數效應疊加市場仍處築底分化階段。上半年全國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1到5月同比下降10.8%，住宅是下降12%，100城新建住宅銷售下降12%，但2季度出現邊際修復，一線城市部分月份同比轉正，改善型需求支撐下，120平米以上的成交佔比升至48%，同時二手房成交活躍度高如新房，佔比已達68%。庫存全國待售面積7.72億平方米，同比微降0.4%，供應縮量，重點50城批准上市面積下降23%，你這什麼意思嗎？我們上半年庫存同比降了0.4%，但是庫存下降是因為重點50個城批准上市的面積下降23%，也就是說你是因為供應少得太狠了，所以庫存少了點，不是說需求旺盛，大家踴躍買房導致的。所以我們不能說庫存稍微降那麼一點點，你就覺得好像去庫存成功了，其實不是這樣的。從新房銷售面積、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7.8%，就說明什麼？說明開發商日子不好過唄。這房子還越賣越少啊，開發商日子能好過嗎？所以說萬科它又上半年巨虧，這個都能想象。中指研究院它這個報告最後它有個展望，下半年房地產市場仍將延續築底修復態勢。市場分化進一步加深，也就他沒有說漲，這是築底修復，說的比較委婉，大家要聽明白。二手房方面，成交量有望保持穩定，核心城市掛牌趨穩，推動供求關係有所改善，疊加一線城市租金已小幅上漲，價格企穩基礎進一步增強。預計下半年二手房價格進入窄幅波動階段。那麼在新房銷售方面，
受去年同期較低基数影響，下半年同比降幅有望有所收窄。预計2026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 7.8%， 銷售額同比下降 9.6%， 銷售額下降 10%， 比去年一比，就是今年中指研究院認為今年新房銷售跟去年一比，銷售額下降大概 10%。 在這麼一個環境裡面，開發商想，對吧，想改善，想自我療傷，那是不可能的，太難。開工投資方面，受土地成交量縮量以及施工規模回落影響，開工投資預計保持低位運行，預計全年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 17%， 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 15.6%。 總體來看，說新房市場仍處於築底階段，後續仍需宏觀經濟持續改善、居民預期修復以及各項穩市場政策與優質供給協同發力，推動市场企穩恢復。這是中指研究院他的觀點，至少他沒有說這個房價要漲了，你追不上了，所以說大家不用焦慮，不用着急。我們再看中國房地產報，它有篇報道叫胡新榮被採取強制措施，爛尾樓富豪的千億帝國風雨飄搖。中房報記者傅珊珊上海報道，他說一則公告讓溫州富豪胡新榮持續半年多失聯猜測塵埃落定。7月7日晚間說，上市公司 ST 海龍發布公告證實，公司实控人胡新榮已被有權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儘管 ST 海龍在公告中強調，胡新榮從未在公司內部擔任任何職務，也不參與企業日常經營與重大決策，但前董事會、公司董事會管理層運轉平穩，生產經營一切正常，但其一手創辦曾躋身全國500強的大型民營企業多福國際控股集團，如今已是風雨飄搖。就在公告發出當日， ST 海龍股價下跌 10%。 7月10日 ST 海龍開盤再跌 5%， 截至當日收盤價報 1.64 元每股，跌幅 2.38%。 一位曾在多福集團任職的職業經理人感嘆，看到近期的消息很驚訝，而中國房地產報記者多次致電多福集團，始終提示電話無人接聽。其實早在官方公告發布前，市場就傳出胡新榮失聯的消息。不過其實控的另一家港股上市公司民生國際6月24日發布澄清公告，稱相關報道有誤，公司能夠與胡新榮取得聯絡。如今看來，這些闢謠終究未能改變結局。這個胡新榮是何等人物呢？胡新榮的故事前半段是一個溫州商人的逆襲樣本。公開資料顯示，他於1981年出生於溫州，曾用名胡風雲。2000年，年僅19歲的他，在溫州龍王一間20平方米的鐵皮房裡，創立了雅潔鎖業，就是一個修鎖的，也即多福集團的前身。公司創立以後，他曾背着樣品坐上綠皮火車南下，在五金城蹲守3天，終於拿到了第一筆500把黃銅鎖的訂單。胡新榮人生第一次轉折發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全國各地出現大量爛尾樓。胡新榮敏銳地覺察到商機，北上進京接手爛尾樓。第一單是位於北京朝陽區一處爛尾商業體，投入約2億元，8個月解封後淨賺超3億。爛尾樓富豪名號有此而，你說這個不同尋常，為什麼呢？也就是2008年。他也才27歲啊，就到北京去玩爛尾樓去了。這背後到底是誰呢？2009年7月，多福集团在北京正式成立，不良資產盤活被確定為核心戰略。此後，多福地產板塊迅速擴張至20多個城市，改造爛尾樓項目超30個，以集團營業收入突破100億元。中間咱就不說了，從接盤爛尾樓到製造爛尾樓，然而建立在沙灘上的金融帝國終究經不起風雨的檢驗，高槓桿擴張很快迎來反噬。從多福集團發家史可以看出，不良資產盤活是公司的立身之本。在北京首單爛尾樓項目大獲成功之後，多福集團將此模式在全國多地複製，先後在重慶、貴州、山西等地接手多個爛尾項目。其中，重慶萬豪行政公寓曾是當地核心地段知名爛尾樓。2018年，渝中區政府引入重慶黃石置業進行盤活，胡新榮通過收購重慶黃石置業股權，將其注入港股上市平台民生國際，
實現100%持股。項目建成後，重慶黄石置業向广发银行重庆分行办理了12.5亿元经营性物业贷款，并以项目整體做抵押。該項目也是多福集團旗下上市平台民生國際的重要業績來源之一。民生國際2020年業績財報顯示，重慶物業年度收入147萬港元，同比減少97%。貴州多福城則是另一番境遇。該項目因原股東民間借貸及股權轉讓糾紛深陷債務泥潭。多福集團通過旗下溫州黎明房地產收購項目公司。多福集團在山西太原的布局更為激進，先後簽約4個總投資超1000億元的大型項目，但目前幾乎全部停止。清徐文旅康養城總投資預計200億，規劃有水上奧特萊斯、休閒樂園等設施。2021年10月開工，原定2022年底營業，如今工地荒廢，雜草叢生，項目運營公司已被法院多次列為被執行人。多福集團下面很多項目全部爛尾。成都新都多福生活廣場因開發商資金短缺，已停工爛尾長達5年，購房者至今未能收房。多福集團以接盤爛尾樓起家，以不良資產盤活模式在地產上行周期能獲取穩定溢價，但進入下行周期，隱藏的風險就會集中爆發。一位業內人士點評道：“市場對多福集團爆發式增長始終抱有質疑，不用質疑，背後肯定有人，對吧？不是太上老君就是佛祖啊！”有報道顯示，多福集團超90%營業收入來自體系內的閉環貿易，上下游均為關聯企業，並無真實的貨物交割與經營性利潤，本質上是一場依托銀行信貸資金運轉的空轉貿易，其目的不在於貿易本身獲利，而是通過做大規模來裝點500強門面，再用這塊招牌撬動更多的融資。真正支撐這一模式運轉的是多福集團與錦州銀行深度綁定的融資鏈條。工商信息顯示，多福集團旗下多家公司的股權悉數質押給錦州銀行，以換取貸款，貸款用於維持大宗貿易周轉，貿易收入再用來支撐信用評級，這就是轉圈遊戲。我以前節目介紹過，貿易大宗貿易那都是轉圈遊戲，你知道吧？如此循環往復，互為支撐。轉折發生在2025年10月，錦州銀行原董事長張偉因巨額受賄落馬，該行隨後被工商銀行吸收合併，多福集團質押的大量股權無法續貸，融資就這兒斷了，現金流斷了，因為本來可以續貸，對不對？續貸它就一直轉下去，現在續貸不了了，核心融資渠道被徹底切斷，1000億商業帝國由此開始坍塌。風雨飄搖的多福系，巧合的是，胡新榮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也是在2025年10月，以後便再未出現在任何公開場合。但在這幾個月裡，多福集團爭議不斷。天眼查顯示，胡新榮所持股權被成渝金融法院凍結金額達99億元。有公開報道稱，2020年3月起，多福集團全員停薪，管理層降薪50%。6月22日，約30多名被離職員工到多福集團總部樓下討薪，多地勞動仲裁委也已經公示多福關聯地產控股主體勞動報酬糾紛立案文書。與此同時，胡新榮實控的 ST 海龍同樣深陷困境，因2025年財報被出具否定意見，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6日起被實施其他風險警示，股票簡稱由恆天海龍變更為 ST 海龍。此後，二級市場恐慌情緒持續發酵，公司股價一度出現14個連續跌停。審計機構表示，公司35億元的木漿貿易業務存在重大內控缺陷，無法核查真實性。就是說，他這個木漿貿易做了35個億，審計不知道這35億怎麼來的。你這個貿易這麼大，那木漿在哪兒？那個木漿應該是造紙用的，你木漿從哪兒拉的？庫存在哪兒？庫房在哪兒？你拉哪兒去了？用哪兒了？說不清楚。這都是轉圈貿易。我以前介紹過轉圈貿易，是吧？這都是他自己，他下面8個公司互相轉 ，A 公司給 B 公司發個訂單，給他打2個億，說我要從你這採購這個多少噸的木漿。B 公司向 C 公司打2個億過去，也發個訂單，說我要從你這採購多少的這個木漿。
，C 公司像 D 公司，D 公司像 E 公司，E 公司像 F 公司，反正这中间可以长可以短，越长越好。最後是勾公司啊，回頭一向 A 公司，向他的 A 公司向 A 發出訂單，說我要從你這買木漿，你看這不就轉圈嗎？轉圈，它的庫存就亂了，它沒關係，它庫存到時候再回頭再轉，再怎麼整那個錢？你看貿易是不是大家都挺大的？你賣出嘛，不是就是貿易嗎？我採購來之後我也賣出去，這就是轉圈。我跟你說，在上海東方明珠那邊上一個大樓，我在裡面全是幹這個的。我有一次專門去拜訪好幾家公司，才知道我還這麼玩貿易。所以你看，這個木漿貿易業務存在重大內控缺陷，無法核查真實性。2025年 ST 海龍歸屬母公司淨利潤僅347萬元，同比下降93%。港股平台民生國際同樣危機重重。7月7日，民生國際發布公告，胡新榮已於當日辭任董事及董事會主席。截至7月10日，民生國際股價報0.4港元，就仙股，總市值僅剩2.59億港元。資深分析師嚴躍進認為，胡新榮事件為民營企業提供了多重警示。其一，需警惕高槓桿、盲目跨界的擴張模式。多福集團從實業起步，快速涉足地產、航空、新能源等領域，在大而不能倒的規模幻象下，實則暗藏流動性風險。其二，規模不等於安全，1000億元營收未能掩蓋盈利短板。他那個營收都是造出來，你看看他這營收，你看轉圈這貿易，他可以賺1000個億沒毛病。完了之後，在他合計到一起，合併報表，或者他把中間的把它拆斷，中間挑幾家合到一起，他就做貿易轉圈的時候，他可以設計中間插幾家別的公司，比如說什麼別的上市公司真的插到裡面，因為大家都有轉圈的需求，一起團組局了玩這個。這樣我這裡面有3家是我的，3家我拿到一起，我合併報表，我這營業額都多少，經營性現金流每個月貿易額多少，簡直沒法弄着。有人就這麼幹。貿易額做大有什麼好處？你這公司拿這個就可以做銀行貸款，是吧？可以從銀行套取錢出來。你損失是什麼呢？你損失只不過是1/1000的那個稅。這個轉圈遊戲一般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這種稅低、稅點低的地方，人家就專門跑那兒去玩這種轉圈遊戲。因為你畢竟要開發票的，你要走上要開發票，發票那就是稅，什麼地方稅越低，他就跑那點兒。發票這點成本，你想他從銀行套取資金，所以票這點稅無所謂了，但是稅點很低。貿易從鎖劇場老板到100億富豪，再到被採取強制措施，20多年間，胡新榮走完一家民營企業從崛起到落寞的完整週期。但對於多福集團及其員工而言，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中國房地產報報道了，這個說的特別好，就什麼意思？你看這個胡新榮正好，你看他從2000年開始成立了多福，這就從一個修鎖匠開始，正好趕上經濟騰飛，開始房地產好的時候，他08年他是次貸危機，很多地方爛尾樓，正好大家也知道了，這房地產發展它不是一帆風順的。2008年一樣有很多北京、上海、深圳的碼農棄貸斷供，為什麼？那時候他買的房子是8000一平米買的，跌到了6000，跌到了5000，他不要。一樣的，那個時候誰也看不到未來，對不對？說未來房價還怎麼樣，漲多少倍，都覺得我靠，我現在我手頭上這錢，我这房子貸款是100萬，但這房子現在只值90萬或者80萬了。那時候很多人也棄供、斷供、棄供，不要了，很多也有開發商爛尾，房子蓋不下去了，也賣不掉唄。但是很快就好了。後來大家也知道了，這房價在這個基礎上漲了好幾倍啊！那斷貸棄供的人腸子都悔青了。深圳房價在那個08年以後漲了10倍，應該都不止，10倍差不多。08年以後，但是今日和當年已經不一樣了。08年是什麼行情？未來可期，是吧？你現在08年是短暫的，非常短，那1年次貸危機對我們的影響好像就那麼1年，後面就馬上就恢復了。恢復了之後就創新高，但是這一次你看已經5年6年了，对不對？而且還在深度調整。08年那時候互聯網還可以，移動互聯網還在萌芽之中。後來的09年、10年，這個移動互聯網迅猛發展，對吧？快速發展。你看現在所有的熱門的 APP 那應用都是那個時候，就是這個什麼字節跳動啊，對吧？頭條、今日頭條是吧？還什麼抖音打車軟件吶、滴滴呀、外賣軟件吶，它都是那個時候。09年、10年開始像瘋了一樣的擴張，所以造就了一批人，是吧？
碼農，這些人工資越來越多，這些人買房，房價吹起來了，然後，對吧？那時候經濟好，大家总觉得房價永遠漲，這麼來的。很多人恐怕忘了咱們的房價曾經跌過，對吧？跌到很多人不要斷供。所以我們要說回了，如果我們房價還要漲的話，穩住，然後上漲，要創新高，那你就得有這麼一個相當於09年、10年的移動互聯網這麼一個行業出來。這個行業，对吧？這個移動互聯網這行業是多，它造就了多少人呢？它不像我們現在的這個人工智能、硬科技，因為它受益的人非常少。大家知道当年10年打車軟件有多少家嗎？就是像滴滴這樣的，那這你隨便一數，至少10來家，隨便這10來家都拿了國內國外的資金，在那瘋狂的燒。一拿到錢之後幹什麼呢？就是跑馬圈地。跑馬圈地怎麼圈呢？就是招人呢，对吧？每個地方招人，北京、上海、深圳，1線城市招完之後招2線城市，2線城市完了之後4線城市，他每個城市都要鋪就要招人，而且他要為了快速的搶占市场，因為他融來的錢嘛，都是燒這個錢，所以他招人就得價格就得高，工資就給得多，要不然你的團隊就被別人深深的挖走了，整個團隊被別人挖走，被競爭對手挖走，所以你就必須給他工資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是吧？大量的人就是得益於這個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那這些人那就成了買房的主力，無腦買房。但是現在你看，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現在你看那個硬科技，是吧？硅基、人工智能，它也創造巨富，但是它没辦法帶動，對吧？很多人跟着後面沾光，它只能讓他自己公司那麼一小波人，对吧？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美团跟那個什麼餓了麼，對不對？跟那個什麼以前叫什麼，反正這個線下這個地推的時候，他得招多少人呢？每個城市招的人你得給人家錢，那個錢工資待遇比其他行業肯定高，比傳統行業肯定要高。所以說我們現在的這個 K 型發展那條腿的吧，它主要是受惠的人少，未來能不能持久也不知道，不一定，对不对？可持續性打個問號，匯集的人目前還少，所以你靠這個想把房價給它帶起來也很難。這個胡新榮，對吧？成也是槓桿，敗也是槓桿。當他加槓桿去搶資產的時候，雖然是爛尾，是吧？是不良資產，他也加槓桿去搶，搶完這個，因為整個資產價格在漲，水漲船高，你那爛尾的資產也在漲價，一漲你加了槓桿，所以說你就厲害。但是2021年這個資產都在暴跌的時候，對吧？你看看那個萬科為什麼巨虧？還不就是他手上的資產在縮水嗎？貶值嗎？那你說胡新榮手上這些資產加槓桿買的，銀行貸款加槓桿搞來的資產都在縮水，他哪扛得住？暴雷是遲早的，成也槓桿，敗也槓桿，對吧？從槓桿中來，要回到槓桿中去。當然了，落下一地雞毛是由你我来買單，他個人不知道掙了多少錢走了，這個就不清楚了，是不是變成綠票子，是吧？已經藏到哪兒去了？一地雞毛，我們一起買單。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